来看华人市有民众厝内的铁门，和一只真大只夜婆去弄掉，后来嘛发现讲这是一只一级保育类夜婆，就随通知林保署来抢救。林先生暗时返去厝，当要食饭，雄雄听到厝边伫门口口话讲有一只奇怪的生物弄着因兜的铁门，出门来看才发现是一只超级大的虎虎，已经受伤无法度飞，大家赶紧把伊安置伫纸箱内底。他的头有撞到铁门，然后受伤，就有点湿湿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血，看不出来是血的颜色。我第一眼看那么大只蝙蝠，应该是保育类动物，所以我就先上网查一下它的特征，结果真的是一级保育动物，虎虎。这只虎虎弄叫的事件是发生伫15暗时6点，林保署法令分署接到通报，随去救援。对身躯顶的标签，确认是去年8月伫美仑地区掠来紧救的母的夜婆文文，因为无紧急的生命危险，所以先安置伫防疫所内底，机动工送去台东野湾中心救治。它的重量大概是280克，那头部有一个穿孔的外伤。那我们怀疑是说，不排除是天敌所造成，有可能是猛禽类所造成它一个穿孔的一个陈旧的伤口。因为文文精神反应拢真正常，林保署表示，未来康复了后，会搁带转去花莲野放，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受伤的虎虎，会当赶紧通报，避免乌白饲者或者是家吓惊，提供虎虎稳定成长的空间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